第一話四，聽我說，這次我有了很有趣的發現哦。我一如既往說著有點艱辛的內容，但別說三重子聽不聽得懂了，我的話甚至傳不到他的耳中。三重子陷入植物狀態已經2年半了，並不是沒有醒來的可能，但考慮到病人的年紀和體力，最樂觀大概還能撐1年，不知道能不能撐過半年。主治醫生這麼說。原來如此，這樣啊，我明白了。那個時候，我第一次體會到後悔是什麼樣的感覺。我一直都只為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而活，我以為自己沒有任何遺憾。只不過，我還能做一件事，我要回到過去，跟變成植物人之前的三重子見面，把忘記跟他說的話好好說清楚。是的，我必須這麼做。爸爸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長女驚愕的聲音讓我清醒過來。他抱着我的長孫，在收銀台前面驚詫地望着我。我舉目四顧，店裡跟我回到過去之前沒有任何不同。罩燈頭下暈黃的光線，天花板上旋轉的木製吊扇，還有3座時間都不一樣的大落地鐘。要不是長女抱着長孫，我可能無法分辨這是不是三重子變成植物人之前，因為孫女現在已經6歲了。但眼前長女抱着的孩子，怎麼看頂多只有2、3歲左右。也就是說，我回到了3、4年前，但是沒看見三重子啊。店裡很狹小，從門口到最裡面的座位都沒有死角。櫃檯後面只有替我泡咖啡的女服務生。哎，爸爸，怎麼回事？次女從長女背後探出頭來。咦，媽媽，爸爸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呀？兒子的臉一閃而過的訝異，立刻回頭叫道：哎，三重子好像是跟孩子們一起來的。他看見我，慢慢走了過來，在我對面的位子上坐下。歡迎光臨。女服務生端出冰水，三重子點了咖啡。次女跟兒子在店中央的桌位坐下，兩人都點了冰咖啡。只有長女抱着孫女站在我們桌子旁邊。我要檸檬氣泡水，這個孩子喝牛奶，可以幫忙稍微熱一下嗎？我們坐櫃檯就好。他對女服務生如此說道。我知道了。女服務生說完，微微彎腰鞠了個躬後，走向廚房。你要來的話，不會說一聲嗎？但你不是在法國的挖掘地點？媽媽，你知道爸爸要來嗎？長女跟次女輪番炮轟。三重子搖搖頭。法國？原來如此。所以這是3年前的6月左右。我回想了一下，整理出大概的時間點。三重子遭遇意外陷入植物狀態，是距離現在半年後的12月底，接近聖誕節的時候。女兒們說，三重子走在人行道上，被一面騎自行車一面玩手機的人撞倒。當時雖然倒地撞到了頭，三重子還是站起來，渾然無事地走回家。
只不過在公寓前面突然失去了意識，昏倒在地。鄰居叫了救護車送醫，他卻再也沒醒過來了。真的是出突然。植物狀態的意思就是持續性意識障礙，負責思考、視覺、聽覺下決定的大腦部分發生了故障，無法正常運作，但負責呼吸等的生命機能的下視丘和腦幹仍舊在運作。腦死是腦部機能完全喪失，連呼吸都只能靠人工呼吸器，即便裝上人工呼吸器，也只能延續約2星期的生命。然而，隨着患者狀態不同，也有可能昏睡2年到5年。過去曾經有位阿拉伯大公國的女性，在昏迷27年後醒來的紀錄。雖然說三重子因為年齡的關係，可能已經拖不久了，坐在面前的三重子完全想象不到自己將來會變成那樣吧。就算現在告訴他要小心意外，現實也不會改變。我很明白，只不過或許可能，我還是忍不住這麼期望。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絕對的，或許規矩也可能出錯。三重子逃過了發生意外的瞬間，無法斷言絕對不可能。發生意外的時機也可能出差錯，1年或是2年，甚至可能5年、10年。或許變成植物人的現實無法改變，但時間上出錯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吧。我心中出現了2個選項：相信規矩，把想說的話告訴三重子，不要讓三重子跟孩子們添加不必要的憂慮，不要說出意外的事情。這是我最初的想法，賭一下繞過規矩的可能性。除了跟三重子說要說的話，保險起見，再告訴他會出意外的事。既然有可能性存在，那我決定賭一把，看時機會不會錯開，並不會就此不知道這件事。這時，腦中突然閃過女服務生說過的規則，這句話非常審重。若三重子跟孩子們聽到會出意外成為植物人這件事的話，就得懷抱着這個訊息活下去了。我腦中的念頭轉個不停，像是被困在沒有出路的迷宮裏一樣。爸爸是不是第一次看見我女兒啊？這也太離譜了吧！不會啊，爸爸很有可能這樣，不是嗎？姐姐，你不記得有沒有讓爸爸見過？這才離譜吧！的確，啊，不是，那是因為爸爸本來就很少在日本，不是嗎？是沒錯啦。你小時候跟爸爸說過，再來玩咯，還記得嗎？那是母熊吧？是母熊嗎？不是我。我說的是大叔。你誰啊？兒子插話進來反駁。那說再來玩咯的，是我啊，不記得了。是說母熊家也有生了一個了吧？上個月。要是一起帶來就好了，能讓爸爸看一眼，可不容易呢？也是，要是知道爸爸會來，就一起帶來了。為什麼不事先聯絡啊？長女突然望向我質問道。我還猶豫着該不該說出意外的事。
在我的預料中，我認識的三重只能夠冷靜地接受這個事實。她就是這樣的女性，要不然也無法當我的妻子一直到現在了。問題是孩子們，他們一定會慌亂異常，所以我忘記了重要的資料，所以跟紅田約在這裡拿東西。我隨意編了個謊話，現在還不能下結論，還要再觀察一下。我心裡的保守派如是建議。好的，再觀察一下子吧。我也認為這樣比較好。只不過在如此下決定後，長女卻開口了。就算是說謊，也該說是因為結婚紀念日，所以特別趕回來吧。從他口中吐出了出乎我料意的話，完全沒有前兆，太突然了。結婚紀念日？誰的？我不解地將腦袋歪向一邊。不是吧？搞什麼？你來這裡，卻不知道是為了什麼？你是認真的嗎？長女跟次女都帶着無比驚愕的表情怒瞪着我。所以你真的完全不知道，每年的結婚紀念日，媽媽都會到這家咖啡店來？為什麼媽媽每年都得要為了誰的結婚紀念日到這裡來啊？真是沒救了。長女深深嘆了一口氣，失望地坐在櫃檯的位子上。三重子嘻嘻地輕笑了起來。媽媽，你可以生氣哦，但是我覺得老爸就是這樣啦。什麼就是這樣？我都想砍人了。我同意。長女拿起檸檬氣泡水，次女拿起冰咖啡，不約而同一口氣喝光，把杯子重重地乒咚一聲放在桌上，顯然都很生氣。所以說，到底是誰的結婚紀念日？好，到此為止。媽媽，我們回家吧。要是我老公的話，我絕對立刻就離婚。真是令人難以置信。長女跟次女氣憤到滿臉通紅，扭頭不想看我。你跟我說說，這怎麼回事？我無措向兒子求救，因為我滿腦子都還想着要不要告訴他們意外的事，完全沒注意到其他。爸爸可能已經忘記了。但是20幾年前，你來過這裡吧？帶着媽媽一起來的。兒子從座位上起身，一面安撫姐姐們，一面說道：是來過一次而已。那天不正是你們的結婚紀念日嗎？哪一天？是的。結婚紀念日？我一頭霧水。是結婚紀念日。滿身尖刺的長女插進來怒敲：那為什麼媽媽每年都非得來這家咖啡店不可呢？那你要問媽媽啊。說完，只見兒子聳了聳肩，長女跟次女則一起又嘆了口長氣。我速地望向三重子，哈哈哈，只是我自己想這麼做而已啦。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着說：我不覺得結婚紀念日是什麼重要的事情，而這也只有三重子理解我。但孩子們都想用世間的常識框住我，那些我完全看不出價值的常識。啊！
我不經意地伸手拿起咖啡杯，比想象中溫度要低了。這麼說來，得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才行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溫溫的，錯失了打斷結婚紀念日話題的時機，但還是要盡快決定，到底要不要告訴他們會發生意外的事情。我猛然看見櫃檯後靜靜站着的女服務生，我怎麼沒注意到呢？對不起，我有個問題。我舉起手對女服務生喊道：我知道的未來會發生的事，時間上有可能錯開嗎？因為已經沒時間了，所以我直接問出重點。孩子們應該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吧？而且他們也不會知道我是從未來回來的。但在這家咖啡店工作的女服務生一定會知道我是什麼意思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。她簡潔地回答：這樣就夠了，這樣我就能下定決心了。結婚紀念日的事情，很抱歉。我鄭重地開口說道：我真的不記得結婚紀念日，那一天也只是剛好有時間。三重子說要不要出去走走，我就說那就去喝杯咖啡，才帶他來這裏。我是個連結婚紀念日都不記得的不合格的丈夫。三重子，請原諒我想跟你道歉。孩子們看着我低頭致歉，面面相覷，尷尬地垂下視線。他們應該沒想到我會表示歉意吧？沒關係，我知道你不在乎結婚紀念日這種事情。三重子呵呵地笑着說，這種反應在我意料之中，而三重子就是這樣的女性。其實我是因為某個目的，從未來到這裏來的。孩子們齊齊抬起頭來。